美国拜登政府是宣布，这先进人工智慧晶片要关制出口，甲全世界分做3个等级。第一级包含台湾、日本、南韩等18个国家，拢无受到限制，会当自由进出口。也若是东南亚、中东、新加坡等国家是列做第2级的关税总量。也若是亲像这中国、罗西亚，就全面禁止，预计1年后生效。 美国拜登政府伫卸任进前，13个推出新的晶片管制措施，针对全球半导体产业所生产的人工智慧晶片实施全面性出口的管制。不过，台湾并无伫咧受限制名单内底。美国可以拥有盟国所有的在进行人工智慧发展的企业的名单，所以对于美国来讲，当然可以维持美国的国家安全，但是对于各国来讲的话，他们在人工智慧的发展上面。 就完全被美国所掌握。专家分析，美国的做法虽然会当确保上先进的 AI 基础甲训练的设施留伫美国甲盟友的管辖范围内，不过嘛有可能会影响人工智慧走向全球化的发展。根据了解，美国 AI 晶片的限制拢总分做3个级别，头一级包括台湾、日本、韩国等18个国家拢被受到限制，会当自由进口甲出口晶片。第二级东南亚、中东甲新加坡，伫会当摕到总晶片算力受到限制。也若第3级针对中国、罗西亚甲伊朗等22个国家，美国禁止对这个国家出口先进晶片，相关的规定按算1年后会生效。不过，敢会真正实施，或者是安怎来实施，都要看川普上任了后安怎决定。适度的封锁对他才是有利的，过度的封锁，所谓的第2阶段的国家。 难度也非常高啦，这些国家有很多都是过去这些美国科技大厂花了很多功夫去说服他们发展主权人工智慧的地方嘛。你这样一进下去之后呢，他们之前努力的这一些可能效果就。 不明显。针对美国这项新的晶片的限制措施，辉达副总裁分析表示，拜登政府的法规想要操控市场的结果，对竞争是较不利，可能会致使美国摕到科技的优势面临消失的情形。也若川普上任了后，会安怎来执行这项管制，嘛牵连全球半导体业的发展。公司新闻台北报道。